所以咱今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还有另外一波锋面瓦近，天气是真无稳定。气象署即马已经针对苗栗以南，计共有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咱同时看分图。这礼拜方面是接煞到季，今仔日西部有阵雨，也是雷公雨，而且落雨范围会真宽。东北部偶出现较大阵的雨，气象署是提醒讲，除了落雨以外，嘛有可能会单雷公、透强风。提醒乡亲，若想要出门，爱加注意安全，地势较低所在嘛爱设置积水和饮水。今日各地拢是乌阴，若中部以北、东部高温大约是25度至28度，南部有29度至30度。另外，伫今日半暝2点11分的时，有发生规模5.6个地震。地震的中央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，深度是18.5公里。过一时佫发生第2摆规模5.5个地震。气象署是表示，这2个地震的中央拢是伫南澳的海盆，是独立的，这是和4月初3花莲大地震无关系。